于途，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如果缺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！你高中同学爆料，乔晶晶高中倒追被羞辱，不是你高中同学里也有黑啊？那爆料君，爆个大料给你，我高中是 Y 市 Y 中，跟现在一个很红的女明星是同班同学。女明星我就简称 Q 吧，反正其实她高中的时候根本不漂亮，比现在差多了，大概是整过了。反正当时的班花校花根本不是她，是另外一个美女学霸。我们班当时还有一个学神，长得还特别帅，Q 就跟他表白了，结果被学神毫不留情的拒绝了，说他对智商也是有要求的。最后学神跟美女学霸一起考上了清华，在一起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吧。太过分了，这人怎么胡说八道啊！行了，你别那么激动，粉丝在评论里面都已经说了。如果是真的，那谢谢先告诉大家，我乔高中是重点班学生，顺便我乔211成绩很烂，不存在的。哎，我就想问问被爆料当事人，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有真的有假的。假的是说我以前不漂亮，我一直就美的不行。还有，人家拒绝我拒绝点没那么狠，很有礼貌的。这么说，你真的跟人家表白被拒绝了？当然，那个男生吧，于途，真的很帅的，而且特别聪明。那人家不会真的是觉得你智商低，后来跟了那个女学霸吧？你才智商低呢，我211毕业的好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前阵子听李明说，于途和夏晴好几年前大4那会儿就分手了，在一起才1年多。李明你还记得不？也是咱们高中同学，他家和于途家一个小区的，父母都认识。听说于途现在也在上海呢。哎，晴晴，你说于途想起你会不会后悔啊？你不要这么幼稚。于途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啊，你说。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如果缺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以后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努力的人。可是你找的人，最后也没跟你努力到底吗？